祝大兄弟大家平安。未开始礼拜进前咱游玩来练咱今日所要吟的诗歌。咱先来练圣诗133首，信徒就来吟诗。咱请司琴甲咱弹一摆哈。来，咱来练第一站哈，预备来，信徒的来吟诗，哈利路亚，阿门。基督最王的你，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当心当下。见阿拉之名，主稳定着天下，哈利路亚，阿门。第二站来，信心的望主，哈利路亚，阿门。阿拉亲像朋友。哈利路亚，阿门。做最至好朋友，因带橄榄的手，做听当高研究。哈利路亚，阿门。咱第二只哈咱心着仰望主哈所以这个咱大概拢会唱唔对哈，唱做仰望主哈，咱心着仰望主咱来记第二节这个歌词。咱过来练圣诗155首，圣诗第154首哈，看唔对圣诗第154首。救主，我亲近你咱请司琴甲咱弹一摆。来，咱第一站来，救主，我亲近你。心做心要听，我打开升天好，望你出声。来，第一节咱过来练一摆一遍来。救主，我亲近你，心做心要听。我见升天好，望你出声。第二节，救主我心要个，那求你有情，你的话是我的命，天情。是你，歌词那拢无啥共款。歹势。
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宽仁甲欢喜。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宽仁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带着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33首，信徒着来吟诗，请起立。同齐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篇，也是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
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阮要学了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独独堪伫阮敬拜独一的真神。愿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通领受对你来一切的恩惠。你是阮福气的源头，愿会当倚靠你、敬拜你、服侍你，是何等的福气甲恩典。慈悲听阮的上帝，感谢你怜悯阮的软弱。虽然阮时常犯错，总是你无将慈爱离开阮。恳求你赐予阮气力，来赢过家己的软弱，互阮常常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求主照你的心意，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也照着亲近你、读你的话语，互阮更加明白你，知你的旨意，互阮伫一生中活出你的荣光甲美好的生命。主啊，愿知你是全能的主，也是历史的主宰。愿相信你掌权伫逐世代。阮要持续为着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祈祷，求主大大彰显你的公义甲怜悯，圣神安慰每一个受苦的灵魂，掌权引带世界的和平。也求你固守阮的国家台湾，无受到强势国家的侵犯，掌管历史的上帝。阮毋知明仔日如何，但阮知你掌管明仔载。阮伫世上虽有苦难，但伫你的内面有真正的平安。阮要时时回转到你的面前，求你继续引带阮的脚步，互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阮将一切宽容荣光拢归乎你。甘心伫你面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奇妙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赞美圣歌队用歌颂主荣耀圣名来学乐。
共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5章第1节到12节，以及17节、18节。这个代志以后，上主伫异象中对亚伯兰讲：“亚伯兰，毋免惊，我是你的保护者，我会互你丰富的报赏。”亚伯兰讲：“至高的上主，你要互我啥物？我一直无囝，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撒。”亚伯兰阁讲：“你无互我后嗣，出世伫我家内的仆人会继承我的财产。”上主对伊讲：“你的继承人毋是即个人，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上主就带伊出去外面讲：“你看天，算遐个星，你兼算会了。你的后代嘛要亲像安尼。”亚伯兰信上主，上主就甲伊算做义。上主阁对伊讲：“我是上主，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是要将即个地赐你做产业。”亚伯兰讲：“至高的上主，我要安怎知会得到即个地做产业？”上主甲伊讲：“你去掠一只3岁的牛母，一只3岁的山羊母，一只3岁的绵羊公，一只放假，一只粉鸟仔囝来。”伊就去掠遐个动物来。逐只对中央破做2边，两边排相对，只有鸟仔无破开。有兔头鹰飞落来，停伫精死尸体的顶面。亚伯兰甲因赶走。日要落的时，亚伯兰困当眠，忽然有互人惊吓的大黑暗打我。直到天暗。忽然有出现的炉，甲跌倒的火把，对遐个破病的肉的中间经过。迄日上主甲亚伯兰立约讲：“我要将对埃及的边界到幼发拉底河即个地赐予你的后代。”讲到今仔日老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我信”。请咱同齐来祈祷。至圣的主，当管点伫你面前，读你的规矩，要敲找你的时，求你愿每一个人启示，关注你真多阮的帮助，赐予阮智慧，也赐予阮开力。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兄弟来平安。几年前，我捌熟悉一个朋友，伊是一个阿伯啊。我讲伊大概60几岁的阿伯。踮伫台东的时，伊甲我讲吼，伊是一个对保护文化资产足有热情的人。也是任何的社会运动，伊一世人拢咧保护遮个物件。讲煞了后，过一段时间，我伫报纸顶面看到伊的消息。我伫报纸顶面看到伊的消息，迄当时县政府要拆一栋古迹，无照正确的迄个程序，所以我就看新闻报道讲，这个阿伯吼，伫怪手要来迄早起，伊家己一个人徛踮伫迄栋楼的顶悬，大声喊讲：“恁若是有人敢动手，我就对遮跳落去。”所以我就看到新闻啦。所以我就这毋是我迄天熟悉迄个人吗？过当日，忽然间伊出现伫教会，伊出现踮伫教会来找我，伊就甲我开始分享讲，迄就是政府无照程序来啊，所以我就甲伊徛伫遐讲，恁若是敢动手，我就要跳落。讲，伊就讲我实在是感觉非常的忝，因为昨踮伫遐徛规工。晒日头，搁晒规日，非常的忝。今仔日驶车驶伫1点钟来找你，要敲找一寡，伊讲上帝的祝福。
我就踮伫遐咧甲伊互动，甲伊咧讲话。其实迄当时吼，新港教会准备要修理迄栋旧厝，未修理。我嘛开始咧问讲，这到底会修理未修理？结果这个阿伯，伊毋是基督徒，伊要离开的时阵，伊煞越头毋愿讲一句话，因讲：恁爱信上帝啊！恁毋是相信有上帝吗？所以恁一定会当完成的嘛。好啦，安尼，恁若是完成，我就相信有上帝。讲煞伊就走啊。到今仔日我嘛毋知伊到底信上帝抑未，但是厝是已经修好啦。伊信上帝未，我毋知。但是当一个毋是基督徒的人对我讲即句话，讲恁爱信上帝的时阵，其实有当时带互我一个真大的反省。咱每礼拜踮伫遮，咱踮伫教会，咱踮伫教会一世人。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当咱拄着艰难、真正足艰苦的时阵，咱敢真正信上帝无？有当时颠倒是一个未信主的人替咱讲一句话：恁爱信上帝，恁爱信上帝。恁爱相信伊绝对会帮助你，敢毋是？今仔日咱读这段经文，上帝应允早就互阿伯兰啊！上帝应允踮伫12章的所在，伊安怎对阿伯兰讲？你著爱离开家己的故乡，离开家己本族，甲你老爸的家，到我要指示你的所在。踮伫遐，我要互你有济济子孙，因要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互你，互囝呐，因为你的人拢要得到福气。这是上帝应允，上帝应允非常清楚，但是对阿伯兰来讲，伊敢相信？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大家人拢讲阿伯兰是啥物？信心的老爸嘛。大家人拢讲阿伯兰是信心的老爸，总是当上帝应允真正到伫伊的时阵，伊敢真正相信吗？伊毋是今仔日得到应允，过长工伊就忽然间成做信心的老爸啊。虽然迦南是一个应允的所在，但是当伊拄着饥荒的时阵，伊走去埃及。走去埃及，伊阁做一件代志，啥物？惊家己的太太生了伤水，所以阁甲埃及王讲这是啥？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妹仔吼。所以后来甚至伊险要失去一切，是上帝带领，互伊会当安然经过这的事啊。虽然看起来埃及发生的代志了后，互阿伯兰的信心有小可增加，但是到伫现在，上帝阁一摆对伊讲话啊！上帝阁一摆对伊讲话，讲啥物？阿伯兰毋免惊，我是你的保护者，我会互你丰富的报赏。上帝阁对伊讲话啊！毋过阿伯兰心内底想啥？敢真呢？阿伯兰心内底咧想的是：这敢是真的吗？你讲我要安怎？你讲我要有济子孙？你讲我要成做大国，毋过现主是我安怎？现主是我就是无囝嘛，现主是我就是无囝，所以伊对上帝讲：至悬的上帝啊，我无囝，你互我奖赏有啥物路用啊？你无互我一个囡仔，踮伫我厝内底，啥物人要继承这一切？厝内底的奴仆，一个仆人要继承我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伊是直接咧质疑上帝，伊是直接质疑上帝讲：你所讲的敢真呢？你爱我信，你甲我讲，我会得到报赏，我会得到应允，总是我无就是无嘛。你讲的敢真正是真的吗？搁较有信心，看袂到就是看袂到，无一个囡仔就是确实的代志啊！既然我无囡仔，我哪有可能成做大国？毋若安尼，甚至我所有的一切到上尾啊，拢是别人的。上帝啊，你
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阿伯兰踮伫这个所在，心内底有济质疑，有济无信，有济甚至对别人的偏见。伊无唔愿意相信上帝讲，上帝你对我所讲的是真的。这是阿伯兰，阿伯兰真直接对上帝发出伊生命中间的质疑。毋过，对今仔日的咱来讲，我毋知咱敢质疑上帝无？阿伯兰发出质疑的，阿伯兰咧应对上帝的时阵，伊讲。伊对伊讲：你所因为我某一个程度，我无相信是真的。但是对今仔日的咱来讲，咱敢安尼讲无？有当时啊，就算讲咱内心有搁较侪怀疑，有搁较侪不满，就算讲咱现在就踮伫一个信仰甲现实的冲突下面，咱嘛是毋敢质疑上帝啊！咱毋敢真正对上帝讲，你就甲我讲你要应允啊，结果你拢无互我，这敢是真的吗？为什么咱毋敢质疑上帝？因为踮伫咱心内底拢有一个判断，咱的心内底有一个判断，已经认为讲上帝的应允是安怎？上帝的应允一定是好的，但是迄个好是啥物？迄个好是照我所想。咱心内底已经有一个先相信的物件，就是上帝你要互我的应允，甲互我的祝福，绝对是好的。但是迄个好的是我家己的需要，迄个好只不过是我认定的好。我从来毋捌去问讲，到底上帝的应允话是啥物？前几工有一个台中的教会青年。伊咧做迄个节目，伊咧甲我有一寡对话，伊咧做 podcast，伊就问我一寡问题，问到上尾伊问我讲，牧师啊，我问你，你踮伫服侍做牧师安尼10几年来，你有感觉失败的经验无？我认真想足久的，我认真想足久的，敢若无呢？为什么敢若无？我就开始咧问我家己讲，为什么敢若无？有足侪项事是真正困难，会拄着挑战，会拄着困难，嘛感觉真正足艰苦。但是我该回答讲，老实讲，我无认为迄是失败。虽然踮伫艰难，也是踮伫艰苦，但是我无定义讲迄是失败。为什么？因为可能咱对失败的了解无啥物共款，咱无愿意面对失败，是因为有当时上帝你应该袂互我失败吧？上帝你爱互我成功吧？上帝你应该袂互我拄着困难，袂互我失败。所以到伫上尾咱会去想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时阵，咱问的一个问题是：咱到底是信也是无信？如果咱是信上帝，若是安尼，敢真正有失败的事吗？如果咱相信一切拢是上帝的带领，敢真正会有失败的代志发生吗？咱会对结果来看，咱定定会对结果讲这个结果无好，所以我想这是失败。但是如果这是上帝的计划，如果咱拢行伫上帝互咱一切应允中间的一部分啊，这个跋倒敢真正是失败嘛？所以到上尾咧问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咧面对讲，应该是我家己生命中间到底信也是无信的问题。每一个礼拜咱告别讲我信啥物，祈祷的时阵咱嘛告别讲我信啥物，但是离开这。离开礼拜堂了后，咱开始发现讲，咱嘛是有困难，咱嘛是有足侪项事，咱无法度解决。
所以虽然咱踮伫遮告别讲，我信，我相信上帝确实有应允，但是一当到我现主时的世界中间，我马上就，上帝你应允敢是真的？上帝我看袂到，就是看袂到，所以我感觉失败。会感觉失败，也是因为踮伫即个状况下面，咱心灵的空间愈来愈小啊。看起来咱是信，但是咱心灵的空间愈来愈小，也就是代表讲，咱无法度接受生命中间上帝有可能互咱拄着咱无法度掌握的事。咱心灵的空间愈来愈小，但是踮伫教会内底，咱阁毋敢质疑上帝讲，对上帝，我就是咧，我就是无信。咱阁毋敢对上帝安尼讲，到伫上尾啊，咱敢若会当束缚踮伫一个，互家己感觉真安全的空间内面。这个空间愈来愈小，愈来愈小。咱的信就是安尼，咱的信心就是踮伫这个空间愈来愈小，愈来愈小，所以咱无法度面对一切的艰难。当身躯病痛的时阵，咱无法度面对；当事业失败的时阵，咱无法度面对；当拄着我无法度掌握的事的时阵，我嘛毋敢去问上帝。所以咱的信愈来愈小，愈来愈小。阿伯兰是安尼，阿伯兰踮伫甲上帝对话的过程中间，伊喊话讲，我无信。伊喊话讲，上帝你虽然安怎应允，但是我看袂到，就是看袂到；我摸袂到，就是摸袂到。你哪会甲我讲我要成做大国？我就是无囡仔嘛，我就是无囡仔。所以踮伫即个对话的过程中间，阿伯兰真正将伊生命中间一切的怀疑全部拢倒出来，将伊生命中间一切的怀疑倒出来啊！上帝安怎对伊讲？上帝讲：即个萝卜伊离伊舍，袂是你的继承人，只有你的亲生囡仔，只有你亲生的，才会成做你的后嗣。上帝讲甲真清楚。这个萝卜袂是你的继承人，伊毋是只有你所亲生的迄个才是。煞接上帝带伊到伫外面，上帝爱伊看啥物？看天算遮的星吧，你兼算袂了吧？你的后代要亲像安尼，上帝带伊。行出伊生命中间迄个愈来愈束缚的空间，上帝带伊到伫外面，爱伊看天，算遐的星，甲伊讲：你的后代要亲像安尼。煞接圣经安尼记载，阿伯兰信上主，上主就甲伊算做义。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吼，小可想象一下，头前咧对话哦，头前是咧对话，两个人伫遐咧对话的过程，忽然间到遮，这看中文没有上下引号啊，对吧？代表这毋是对话啊，这是真清楚的一句作者的记载讲，阿伯兰信上主，上主就甲伊算做义。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真一个部分毋是阿咧质疑讲啊，我一直无囝，要继承我的拢是我的仆人，毋是我所生的。上帝甲伊讲，我确实甲你讲，你所亲生的才会是你的后嗣。然后带伊去外口看遐个天，算遐个星了后，阿伯兰信上主。阿伯兰信上主，上帝称伊做义人。到底为什么？一点都改变啊！忽然间就改变啊呢！都踮伫迄个看天甲看星的迄点，阿伯兰随时改变啊！
上帝真清楚甲阿伯兰讲，你会有家己的亲生囡仔。上帝也确实对伊讲，你的后代要亲像这天顶的星共款，算袂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语就是应允。上帝的话语就是保证，伊保证讲，阿伯兰，你所咧问的问题，你所质疑的问题，拢是真的。上帝的话语清楚讲，我所应允的一切，必然要点伫你的心上显现出来。所以，上帝的话语带予阿伯兰真实的愿望，也是这个愿望带伊行出迄个伊原本束缚伫家己感觉安全迄个愈来愈细的空间。当伊打出来迄碟生命真正开阔，阿伯兰嗅到真正自由的空气啊！上帝，这是上帝搁一摆的应允。上帝应允阿伯兰要得到土地，也踮伫对话的过程中间，伊保证你确实要成做大国。任何的失败，任何的艰难，重点毋是干那束缚点伫遮，重点是行伫我所予你的道路中间。重点是行伫我所予你的道路中间。咱相信上帝吗？咱相信上帝吗？咱会大声讲，踮伫遮，咱拢会大声讲，我信。毋过，当咱真正拄着失败，真正拄着足大的艰难甲危机，你敢犹原相信吗？就踮伫一个现在战争一直无法度结束，疫情也无法度结束。踮伫这个处境下面，咱真正相信吗？遮尔侪人失去因的性命，遮尔侪人踮伫流离失所的中间，咱真正相信吗？咱拢会讲，我信，但是我会信无够。这是阿伯兰的基本，也是咱生命中间的基本。毋过，就是迄句话中间，阿伯兰信上主，上主称伊做义人，提醒咱一件事是啥物？上帝永远伫地。伊提醒咱一件事：上帝永远伫地。虽望现在咱就是艰苦。现在咱特别为着战争的人祈祷的时阵，咱一直看战争无法度煞，也看到遐尼侪人失去因的性命，也踮伫疫情咱的自由失去，无法度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时阵，上帝永远伫地，上帝永远用伊的话应允讲，咱要进入应允的所在，咱要互上帝称作义人。所以，迄个失败毋是讲咱袂拄着患难，袂拄着艰难。失败是咱家己的鲁莽，失败是咱家己认为的鲁莽尔，认为所有眼前发生的代志无照家己的期待咧发展。所以，咱认为的成功甲失败，只不过互咱一直陷入一个无信的鲁莽中间。今仔日，信实的上帝咱保证，伊永袂改变，永袂放杀咱。所以，咱会伫每一个当月的所在告别讲，我信。伫内心出现每一个感动声音的迄碟，也告别讲，我信。伫每一个压力三角内的关键，也告别讲，我信。所以失败无过是失败，失败只不过是行伫上帝好条道路中间的一个事件尔。感情的艰苦，感情的失败，毋是真正的失败，迄是互咱拄着上帝，
搁一摆入狱的时刻。所以重新我一直咧想，到底为虾米我袂想讲会虾米事会是失败的咧？我想起有一摆，踮伫感觉真正足侪挫折，毋知影服侍要安怎推动，嘛毋知影到底有虾米人愿意要做伙来做工的时阵，规伫教会内面咧祈祷，踮伫遐咧祈祷，有足侪质疑，有足侪质疑讲上帝啊，明明咱就是要做你的工，为虾米无人愿意斗相共？为虾米无人看到讲别人生命中间的需要？为虾米你互我拄着现主时这个状况？当我跪伫遐咧祈祷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句话走出来，忽然间听到一句话安尼讲：为虾米你总是爱别人照你的想法来做代志？毋是互因做我爱因做的代志咧。听了这句话讲，好，我信。踮伫教会内面，咱定定敢毋是安尼？咱感觉无同工，咱感觉甲别人有冲突，咱感觉有拄着足侪困难。原因是啥物？咱总是爱别人照我的想法做代志，所以我无同工。我总是爱别人照我的计划，照我一切的想法做代志，所以我认为边仔遮的人拢毋是会当斗相共的人。所以迄个感动，互我足深的印象，就是为虾米咱拢无爱好你身躯边的人照上帝爱因做的想法去做代志咧？为虾米你无爱好身躯边的人去活出上帝伫因生命中间的呼召咧？有当时踮伫教会内面，踮伫任何的所在，咱拢拄着这个问题，咱足爱民主的，咱足爱民主的，所以我最头的时阵，我期待事工会当得到发展，人数爱足济，看起来互咱感觉袂歹。踮伫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找无人愿意斗相共，所以家己舞甲足忝的。一直问讲为什么无人要甲我斗相共？问题出伫对？问题出伫咱无信。问题出伫咱无信，因为咱无信上帝会伫你身躯边，遮的每一个人中间，呼召因。爱因活出上帝的旨意，所以对每一个担当领导者的人来讲，这拢是上大的试探。我敢若期待边仔的人爱满足我的梦想、我的计划，毋是上帝的梦想，毋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听迄句话的时阵，我心内底有足深的感动。煞只，敢来当向上帝讲，好，我信。上帝应允踮伫你，踮伫我，踮伫咱每一个人，伫每一个患难，伫每一个互你艰苦，每一个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你敢相信吗？你敢有继续相信上帝？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你讲天顶的星，海边的沙，是奖赏，是记号。我信，但是战争安怎拢无煞，疫情嘛拢无煞，无人通会当继承地。也无通出产，拢是空虚。你讲毋通惊吓，所算稳定，梦会成真，
应允要成就。决心眺望生命活泼的所在，大海生命活泼的大海，挺拔耸立的关山，伫这个所在，这个时刻，应允永远无落空。上帝带咱看见伊的应允，上帝向咱保证，伊要成做咱的主，伊要成做咱的愿望，是这个愿望帮助咱讲，主啊，决心。请咱来看圣诗154首，咱先来看第20甲第30的歌词。第20的歌词讲：上主应允保守，像海沙天青，总是灾疫渐乱，瞬间变空气。因性清义免惊，看四海生机，应允遍满天涯，拄现我身边。等下咱对第1节然后第20甲第30，咱会吟新的歌词，所以咱要透过154首，搁一摆成做咱的回应，请咱做伙来吟。求主我亲近你，心主心袂听，我打开心听候，望你出声。上主经阮保守，像海沙天青，总是在极战乱，瞬间变空气。因心清气变行，看四海生机，应允遍满天涯，拄现我身边。求主我献本心，拢无小家己，欢喜做你这行，全全随伫你。困求主来指示，你的心之喜，拢照主好意思，款待你行前。做伙来祈祷，主啊，惯将家己的无信、家己的怀疑，拢带到伫你的面前。你是应允的主，你是掌权的主，阮真正无法度测度你奥妙的旨意。总是当阮踮伫你面前的时，你搁一摆对阮讲话，你搁一摆用你的话来教导阮讲，那亲像阿伯兰一样。阿伯兰信上主，你就称伊做奇人。是，阮也信上主，所以你也会称阮诚做奇。求你改变阮的心。求你带阮看见你应允的奥妙，也互阮看见伫阮身躯边每一个兄弟姊妹，
因也是上帝你的奥秘。观主互阮踏出家己的空间，看见一个更较宽阔的世界，然后阮会当告别讲：主，我信，你要将大国赏赐互阮，你要将应允的土地赏赐互阮，你要互每一个踮伫战争中间受苦的人得到安慰，你要互每一个踮伫疫情中间拄着惊吓的人得到逃亡。是主，愿信，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请坐，报告介绍，请老牧师。好，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务的报告。咱拜三点伫线顶的伯克利圣经学堂，咱读到马可福音第3章13节到35节，所以请咱做伙来注意。好，咱等下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所以请咱的同工会当做伙来关心吼。后主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神学院车派退休的潘庆忠牧师要来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也请咱后礼拜咱做伙关心。后礼拜我拜六需要到新港教会参加迄栋旧厝的开幕的讲文礼拜。后主日我要踮伫台北的城中教会讲道甲陈进因培灵会的讲师，所以后礼拜我会无伫的吼。好，咱过来3月27日下晡，南中教育部办这个主日学师资的训练，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会当邀请咱做伙来参与吼。好天降奇兵这个课程，咱24号要开始，还有几个名额会当报名，还有6个名额会当报名。
所以莫伤紧张。我听讲有人足惊讲，是爱考试，搁爱排名是无？无遮尔严重吼，莫遐尔紧张。有人惊讲，敢若要考试啊，搁爱有第一名、第二名。千万唔通足惊啊！只不过是咱互相来学习，所以若是有兴趣的人啊，搁有人的名额，欢迎咱做伙来参加吼。好啊，搁续来吼，李登辉基金会甲咱教会咱合办迄个时代革命的包场啦。时代革命的包场，时代革命咧讲迄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所以这是李登辉基金会找咱教会，咱做伙办，还有成大历史系咱做伙办。咱要点伫4月初8，咱的场4月初8暗时6点，4月8号晚上6点钟，迄拜五暗6点，要点伫真善美戏院。点伫真善美戏院遐，咱要看时代革命这出迄个纪录片映后有迄个孔德维博士，这是迄个中山大学研究员，有一个映后座谈吼。咱教会是有70个名额，咱有70个名额，所以想要参加的人吼，等下赶紧去办公室遐登记。咱会当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赶紧去办公室遐登记。咱点伫网络顶面开放68个人吼，其他教会兄弟姊妹，我听讲。网络顶面68个已经快要没了啦，所以咱若是有兴趣，咱想要看时代革命这出迄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的，请咱礼拜三以后，咱会当点伫办公室遐登记。因为这是咱教会包场吼，所以咱拢唔免另外的费用啊。所以邀请咱想要看这出片的人，咱会当做伙点迄天真善美戏院，咱点伫遐做伙来看4月初8暗时。6点，拜五暗6点要开始。但是吼，拜五暗是6点是正式开播哦，5点半爱提票，所以6点是正式开播，所以有兴趣的人会当来遐报名吼。好今仔日咱有新的朋友恩硕跟新宇吼，伫后壁遮，我们一起欢迎到文山教会兄弟姊妹。其实这是网友见面会，伊是咱巴克里圣经学堂新朋友小组的朋友，所以伊拢踮伫线顶甲咱咧聚会，伊踮伫台北参加咱的巴克里圣经学堂甲咱咧聚会，所以我讲这头一摆见面，网友见面会。好所以咱礼拜三以后会当继续咱身躯边兄弟姊妹咱三请安。来吟祝福册签诗，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变就你，也经做比愿待你，愿主上帝喜上看顾你，受赐你平安。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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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